阅兵开始。标兵就位。标兵，阅兵场上标定位置界限的礼兵。60名标兵将在东西华表前依次站立。精准坚定的步伐，挺拔威武的身姿，诠释着这支军队铁一般的信仰、铁一般的信念、铁一般的纪律、铁一般的担当。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。英雄的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，一路披荆斩棘，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。今天，在这庄严神圣的时刻，人民军队光荣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检阅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。主席同志，受阅部队列队完毕，请您检阅。阅兵总指挥韩胜言。开始。是。
历史长河川流不息，伟大旗帜光耀千秋。接下来，习近平主席将向党旗、国旗、军旗行注目礼。同志们辛苦了！为人民服务！立正方针，敬礼！同志们好！主席好！第四方针，敬礼！同志们辛苦了！为人民服务！同志们好！主席好！同志们辛苦了！同志们好！主席好！同志们辛苦了！为人民服务！同志们好！主席好！同志们辛苦了！为人民服务！信息不能
辛苦了！同志们好！同志们辛苦了！